感謝主。喺呢個時間咧，我想分享一個見證俾大家。咁係我一個真係自己嘅一個經歷。咁喺09年嘅時候咧，我就因為個肺咧就穿咗，咁我就入咗去醫院咁樣，咁然後就做咗一啲小嘅手術。咁當時咧個醫生咧就同我講就話我嘅臨床咧就係有一個叫馬凡氏嘅綜合症。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嘅綜合症咧？呢個病其實係非常之罕有，喺1萬個人裏邊可能得1個人係有嘅啫。咁佢就話因為我手指咧就比平常人咧係長嘅，即係佢哋俗稱叫蜘蛛手啦。咁同埋咧，如果我隻手伸長咧，我由左邊啦中指度到嚟我右邊呢隻手嘅時候咧，我呢個嘅長度係高過我身高嘅。咁同埋仲有好多唔同嘅症狀，就係我又高又瘦啦。咁然後又自然嘅可能就無啦啦唔知點解穿咗肺啦。咁所以係好多嘅條件之下咧，其實醫生係話臨床係有呢個嘅病嘅。咁當時當然係要去禱告啦，咁就話我相信主係會去醫治我。咁直到喺2010年咧，咁喺上年差唔多係呢個時候，咁我哋教會咧又係舉行咗呢一個嘅醫治佈道會。咁當時咧就叫經歷上帝的醫治。咁而朱牧師咧當時都係喺我哋當中，而我亦同朱牧師講咗我嘅情況啦。咁我有呢個馬凡氏嘅臨床馬凡氏綜合症，咁都邀請咗朱牧師去幫我禱告嘅。咁當時我都去分享咗呢個病究竟係咩嚟嘅咧？咁我有咁多嘅症狀。咁呢個病其實咧係一嚟係罕有啦，二嚟係非常之可以話非常之嚴重嘅疾病。咁因為咧我嘅心臟咧，即係如果我有真係患上呢個病嘅時候，我心臟咧嘅帶動係比平常嘅人係比較薄嘅。咁所以咧，如果例如我一穿咗，咁我隨時就可以可能幾分鐘之內我就可以離開呢個世界。咁並且我個肺穿咗個肺咧，如果兩邊都即係因為嗰個病比較容易去穿肺，如果兩邊都穿嘅時候咧，咁我又會呼吸唔到，咁我都會係即係又會去即係咁樣就可能又要離開世界。咁然後仲有就係喺眼上面咧，就可能係會有叫好似叫青光眼，即係可能係好容易係有即係我本身都有近視嘅，咁有可能好深嘅近視，令到可能甚至有機會係盲嘅。咁同埋就係喺關節上，因為佢係一個綜合症嚟，有好多嘅症狀啦。喺關節上面咧係比嗰啲因為嗰啲嘅膠原蛋白比較薄，咁比平常人薄，所以關膠原蛋白嘅嘢嘅事咧都會係喺我身上都可能會出現啲問題。咁我係嘅嗰啲軟骨咧，可能係比平常人即係可能差啲嘅時候，好容易又會即係嗰啲關節唔得啦。咁其實當時我即係抱住嘅心情就係我知道上帝係一個醫治嘅神，我哋聽過好多唔同人嘅見證，一啲癌症得醫治嘅見證，我聽過好多弟兄姊妹嘅分享，咁我亦相信咧上帝會去保守我啦，會去醫治我。咁然後當時我就揾咗朱牧師去幫我禱告，咁然後佢就按手幫我哋禱告。咁當時我就覺得主，我憑住信心就宣告話主你醫治咗我啦，主你係已經醫治咗我。咁然後我就即場咧我就量度我嘅手，即係我手長同埋我嘅身高。咁當時已經即刻發現咧，我嘅手長咧，因為我係當時度嘅，即係我未禱告之前咧係188.5cm 嘅我手長，而我身高185啦。咁然後咧，當我再去禱告完我去度嘅時候咧，我已經係發現係變咗187。咁所以可能1.5咁，可能未必係即係唔係可能有誤差啫，可能度錯啫，咁可能有啲人都會咁諗。咁但係咧，去到今年2011年嘅3月份嘅時候咧，我就去到遺傳科遺傳科嗰度，我就去見醫生。咁然後醫生咧就幫我又係量呢個嘅手長。咁當佢量呢個手長嘅時候，佢量完之後咧，咁佢俾我睇個數字啦。咁個數字咧係一個好神奇嘅數字。嗱，我頭先講咗話係185cm，即係我之前嘅手長。係醫院幫我度嘅，咁我再去即係今年我再去見醫生嘅時候咧，我手長係180cm，可以見到其實神係一個醫治嘅神，並且係只要我哋憑著信心話主你已經醫治我，咁主係嘅醫治嘅工作係會不停咁樣喺我身上發生，咁然後就真係好感謝神就係
當醫生見到嘅時候，我就指翻我之前嗰個 report 就醫生你睇一睇，然後佢都話咦係喎，我不如再幫你度多一次啦。咁醫生再度多一次嘅時候，都係同樣嘅數目。咁當時其實當然好震驚啦！我本身係188.5 cm， 而家變到180 cm 嘅手長。咁就算你話有誤差，應該都唔會有咁多嘅誤差。所以我係非常之相信，其實係上帝就係醫治咗我，並且佢係可以讓到我可以講出呢個見證，去話俾大家聽。上帝係一個醫治嘅神，佢今天可以醫治我，佢同樣可以醫治你哋呢度每一個人。佢唔單止可以醫治一個咁奇怪嘅病，並且可能係瞎眼嘅可以見到，聾嘅可以聽得到，佢可以起嚟行走。呢個就係上帝俾我哋嘅應許，因為主話佢嘅鞭傷，所以我哋得着主嘅醫治。咁所以我喺呢一度咧，就要將所有嘅榮耀都歸俾我哋嘅上帝。多謝主。